嚟到落屬嘅第3日，我就去做義工啦。朝早同 Jordan 食完早餐就分頭行事，佢去神廟參觀，我去買電話卡。Jordan 買嘅係 Orange， 我就去 Vodafone 問價，見個價仲平過 Jordan 嗰個，就速戰速決，500 I 磅買咗21 G， 然後就起程返工。由於第一日唔想有任何差池，我決定用40 I 磅 call 的士。唔夠5分鐘，架車就離開咗市中心，啲樓同人越嚟越少，街邊嘅垃圾就越嚟越多。最後經過一片甘蔗田，就到咗我做義工嘅地方 Animal Care in Egypt， 簡稱 ACE。關於呢間動物醫院，我往後會再拍條片講解。報到咗之後，同事就帶我去行咗一轉醫院，介紹啲設施同動物俾我知。我第一樣被指派嘅任務就係幫一隻受咗傷嘅驢攝翻條有魔術貼嘅 nose band， 等佢個鼻冇咁易磨損，輕鬆完成。第二樣係有一隻背脊受傷嘅馬尼體症，佢個傷口好大好深，俾好多烏蠅嬲住，感覺佢已經係一堆腐爛緊嘅肉。我嘅意大利壽司上醫 Marta 用啲藥用蜂蜜幫佢搽傷口，而我就負責喺呢段時間幫佢撥走啲烏蠅。先唔好講我隻手撥咗10幾分鐘有幾攰，我腦裏面諗緊嘅係搽蜂蜜，我有冇聽錯 ？BBQ 咩？咁嗰啲蜂蜜唔係惹嚟更多烏蠅，但佢再三向我確認係藥用嘅蜂蜜，仲話可以隔住傷口同空氣。好啦，獸醫嘅嘢我識條鐵咩？12點到1點係 lunch hour， 佢哋每朝都有同事負責去買外賣返嚟食。Marta 請咗個 welcome sandwich 俾我食，同我第一日落地 Jordan 叫我買嗰個一樣咁難食。不過出於禮貌，我2次都逼自己食晒。由於我第一日咩都唔識，加上又唔係獸醫出身，所以識做嘅嘢唔多。全日跟住 Marta 行行企企，觀察多過落手做。因為好多 local 員工都唔太識講英文，佢同其他同事主要會用阿拉伯文溝通。中途如果得閒嘅話，佢就會用英文解釋返俾我聽佢哋頭先傾緊咩，等我學下嘢，唔會一頭霧水。收工前，我嘅同事建議我可以搭 mini bus 返落屬市中心，於是我就喺路口好似喺香港截紅 van 咁，用5 I 磅順利上咗車。原來呢邊嘅小巴為咗方便大家上落客，係長期唔會閂門嘅。於是10分鐘嘅路程，我只可以捉實前面個 iPad。返到落屬火車站，我就會合阿楊去食炸雞薯條，順便傾下去到考加達做乜嘢好。做完一日義工，我又趁 weekend 躝咗去玩，整嘅垃圾嚟。Anyway，第3日報告完畢，係咁先。